言。你好好的，非跟那电灯较什么劲啊？你明天找个电工来修不就好了吗？这种时候还是有个男人在身边好。就是，麦克要是在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。别跟我提麦克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他在一起。为什么呀？你别跟我们说是什么性格不合这种无聊的原因啊！不会是中西差异 size 不合吧？恶心。那他是跟别的女的好上了？大姐，您这又是点头又是摇头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他是跟别人好了，可那人不是女人，他是 gay。他不会是个双插头吧？啊，双插头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这种情况呢，它比较复杂。复杂？